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用歌声赞美我们的上帝。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你的荣耀遍及在全地之上。那首先与幕后的就是耶稣，在你里面就是永恒。复活的羔羊，你的神，你的荣耀光照我们。现在，主我愿你来。阿拉法欧美伽，你是快来君王，现在，以后永在，全能全神在宝座上。阿拉法欧美伽，你是快来君王，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那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你的荣耀遍及在全地之上。那首先与幕后的就是耶稣，在你里面就是永恒。复活的羔羊，你的神，你的荣耀光照我们。现在，主我愿你来。阿拉法欧美伽，你是快来君王，现在，以后永在，全能全神在宝座上。阿拉法欧美伽，你是快来君王，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阿拉法欧美伽，你是快来君王，现在，以后永在，全能全神在宝座上。阿拉法欧美伽，你是快来君王，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让我们生命中充满你满满的恩典。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程序，建立合一教会。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
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坚定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让我们安静心，一起来唱这首歌。这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如此爱的真理，你荣耀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如此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行走时成为我条路，活着时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活着时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
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你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主啊，感谢你呼召我们，用圣灵渗透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平静和安息。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我们要更多的去传扬你的爱，并以爱拥抱更多的人。也求主更多的使用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道路，也让我们无论遭遇何事，依然能向你扬声歌唱。还是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依旧站立来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现在要进行奉献，请负责的同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赐给我们平安与勇气。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去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深知我们是受创造的，一切世界的运行都有主你在掌权。求主让我们不去爱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事情，而是去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主你在掌权。赐给我们平安的力量，不让我们被这个世界来带领，迷失爱你的心，也让我们懂得时刻反省，记得你因为爱我们而死，让我们时刻知道悔改，求主来使用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你有用的器皿，因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创造者，没有你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就。求主也来看顾我们这次圣诞的节庆预备，让整个圣诞的节庆预备都顺利的准备齐全，也让我们建成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每一年都能更依偎在生活在一起，让团契生活能够成为大家互相关心、互相保护、相互扶持的一个力量。
也在你的翅膀下平安的成长，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奴仆，你的器皿。现在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不好意思。好，教会消息，小会报告，小会接纳任命明年度的团契会长，就是我们今年有重选嘛，无论是续任或是新任的，有圣歌队的吴五郎、乐团蔡佩瑜、松年张美玲、琴瑟蓝佑书、妇女叶秋霞、社青钟丽安、青少年是张佑嘉、青少年的辅导翁定信、林子瑜、主日学校长许丽娟，并且会在12月31举行就任。第二点，11月18号上午10点召开长执会，下午12点召开事工研讨会及预算会，请新任的会长及续任的会长还有辅导列席。中午会备有午餐。第5点，感恩节的主日会举办一家一菜感恩的飨宴，请弟兄姐妹如果有拿手好菜，可以到柜台跟英姐登记。其他如果有财务报表，可以自己看。还有第6点，认线爱餐认线，一个单位是3000，然后一个礼拜会有6000，所以一个礼拜会有2个人可以认线，或者是你可以一个人认线2个。然后如果要认线的话，明年的爱餐可以到英姐那边登记。团契消息，请各位自己来看。奉献明细如果有任何出入，可以跟英姐确认，或是跟会计确认。那肢体消息的部分，刘慧英长老，就是大家应该认识，就是刘慧英长老因身体虚弱，最近住院治疗，所以他会采用缓和的支持性的医疗，就是缓和医疗。请我们来为他祷告，然后也请主来守护他。以上报告到这边。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第6章1到8节。我这边来念：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4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前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请知梅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主的呼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最近举世关注以巴冲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他们其实是兄弟。他们兄弟之间纠缠不清的历史相当的久远。说他们是兄弟，因为他们有个共同，而且是大家所熟悉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
来考一下，有读过至少有上过主日学吗？哈，一个儿子是篮球队的，应该要知道。对了，以实玛利。对了，还有一个以撒，哈，以撒。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以撒呢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那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先祖，当然也就是现在巴勒斯坦区域的巴勒斯坦人的先祖。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祖，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这两个族群呢，兄弟阋墙，好，他们兄弟不和，兄弟不和的戏码其实啊，从亚当，不要说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往前推到人类的始祖亚当，亚当的儿子该隐、亚伯，从他们开始就已经不和了，对不对？好，有凶杀案就出现了。所以兄弟阋墙的事情，其实从亚当人类的始祖开始就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所以从连兄弟都没有办法和睦同居的诸多案例来看，会发现人跟人的关系实在是很脆弱，连兄弟都这么难那个哈。长久以来，以巴冲突到底谁是谁非，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断定了。毕竟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场，毕竟都站在各自的立场，自己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都说的头头是道，都可以说得很有道理。联合国也没辙，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有一点，他们确实是50步笑百步。台语说孤丘比魔背，好，50步笑百步，什么呢？就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都不好。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都不好，而且他们都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独一的儿子，也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虽然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没有一方愿意体贴上帝的心意，他们没有一方是真的去了解、接纳上帝的心意，愿意把主权交给上帝。所以呢，他们常常自诩是上帝派来的审判官，要来审判对方的。以色列说巴勒斯坦的不对，巴勒斯坦说以色列的不对，好，到底谁说谁不对？他们都是自以为是审判官，都夸口说是为了上帝而战。好几个世纪以来，很多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好东正教各方面，很多时候都打着圣战的这个旗号来出兵打仗。这种消费上帝的公义的这种戏嘛，他们在消费上帝的公义，好，打着上帝的旗号来出战的时候，就消费上帝的公义。这种消费上帝公义怜悯的戏码，其实早在旧约时期，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整个以色列王国，因为我们之前在读雅各书、哥林多后书，我们现在要跳回旧约，大家稍微脑筋要稍微转一下。整个以色列王国从所罗门王之后就开始分裂为北国、南国。北国在分裂的那个时候呢，他们的信仰就已经崩盘了，就已经歪七扭八了，整个信仰崩坏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南国犹大呢，南国犹大的光景稍微好一点点，有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就好像台湾的股市台湾的股市一旦出现崩盘的危机，什么东西会进场？国安基金会进场，这应该要有奖征答一下哈。国安基金就会进场护盘，对不对？想要试图要止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南国犹大，因为乌西亚王就是南国犹大的王，南国犹大显然出现信仰崩盘的危机，于是上帝在此时呼召先知以赛亚，要来进行止损的这个动作。今天的经文第1节，我们请音控帮我们放一下。第1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乌西亚王刚刚讲的就是南国犹大的王。这个南国犹大的君王是一个在信仰上励精图治的好王。即使如此，他在位期间52年52年很长哎。好，他在位期间52年励精图治，在信仰上励精图治。即使如此呢，他依然没办法全面阻止人民怎么样依循外邦的风俗，在
丘坛献祭烧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他们之前，迦南人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没有把当灭的物给灭尽，对不对？他们留了一些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好，他们没有灭掉当灭之物，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风俗习惯，一直传，一直流到乌西雅的这个，当然，很多事情都已经内化、儒化成定局了。所以乌西雅王要对内，他要不断面对人民在信仰上会被引诱的这样子引诱；对外还要面对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在这个时候它正兴起，突飞猛进，它的国势突飞猛进，迅速扩张。所以它造成了周边很多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很大的压力。所以乌西雅王的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呢，他在这种充满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死了。这么在信仰上励精图治的好王，他还是一样面对这么大的困境，但是他驾崩了。纵观旧约圣经，上帝呼召先知，大都是在一个相对不安定的这个时期，特别是在信仰上出现问题这个状况。在乌西雅王驾崩那年，上帝就向以赛亚启示天庭的异象，就是今天的第1节到第4节。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见主坐在第1节后面哈，他说，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撒拉佛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生物，好，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从这第1节到第4节，以赛亚看到整个天庭的异象。他看到了这个整个天庭的异象。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上帝的子民消费上帝的公义跟怜悯，已经很久的一段时间了。他们很习惯把上帝当成阿拉丁神灯来用。有人知道，你们都知道阿拉丁神灯吗？那个迪士尼的动画，就是反正阿拉丁嘛，他有一个神灯，好，一个神灯。简单来讲，就是他把神灯摸一摸，就会跑出一个精灵，然后那个精灵就会完成他所有的心愿。好，那谁拥有那个神灯呢？比如说我有那个神灯，我就是这个神灯的主人。跑出来的精灵就是我主人，请问我能为你做什么？好，然后我把我的心愿告诉他，他就要帮我完成这样。好，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习惯性消费上帝的爱，把上帝当阿拉丁神灯，有需要的时候就拿来玩一下、摸一下，然后要求上帝这样那样，你要完成我的心愿。如果没有包君满意啊，上帝的子民就会开始呼天抢地、埋怨、生气，甚至把上帝搁在一边，或者是对他吐口水。其实把上帝当成阿拉丁神灯的这种习惯，就是这样子的习惯，就是早就内化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了。整个旧约时期，一直到以赛亚这个时候，甚至连以赛亚都无法避免。这样子的一种，他这样子的一种信仰已经内化在他的生命里面了，骨子里了。所以当以赛亚看到这样天庭异象的时候，他突然无言以对，羞愧难当。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我可以要求上帝为我做什么？我到底是谁呀？我竟然可以好像把上帝当那个一般那种阿拉丁神灯来使用。当他面对这样子的圣洁、威严、充满荣光的天庭景象，当他看见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不禁打从心里发出呐喊说：第五节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一个人的口舌嘴唇可以代表他的整个人。孔子说，我们这边都比较没有什么文组的嘛，但是
那个我们有一个幼书啦哈，幼书是对这个文学比较，上次有问过哈，他对国文学比较有兴趣。子曰：“听其言。”接下去大家也可以接了哈。听其言，观其行，就能知其心。哎，有印象了哈，大家应该都读过了，这忽然想不到。耶稣也讲过说，心里所充满的口就会说出来。当以赛亚说自己的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的时候，这就表示整个信仰群体，包括他自己，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都正面临崩溃、崩盘的危机呀。上帝的子民消费上帝这样的情形，直到如今其实都屡见不鲜。我们常常强调上帝是爱，上帝是恩典，上帝是怜悯的，却会在不知不觉消费上帝的爱。比如说，我们会不会只有在遇到挫折、困难、恐惧、忧伤的时候才想到上帝？我们会不会只有在我自己陷入一种困境的时候，我才祷告，我才想到哦，原来我还有上帝这样？会不会我们在做礼拜的过程当中，在做礼拜的时候，在做礼拜之前，我们并不是怀抱着一个为了要尊崇上帝、聆听上帝的训诲、谦卑悔改，我们并不是怀抱着这样子的心来朝见神，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在礼拜当中的这种感官上的享受。哇，那个敬拜团，我们的乐器、我们的音响、我们的乐手，哇，多棒啊！还是说，会不会有一些人在教会只想利用当选长老、执事、会长的这些职分，为了要凸显自己，却不是为了能更亲近上帝？只是要当选这些长老、执事、会长啊什么的，成为一个站在台面上的服事的人员。其实是要更亲近上帝，不然我们拿什么来服事啊？可是有一些人就是不把这个当成一回事，他们并没有因为当上长职、会长这些职分，要学习成为一位可以彻底顺服基督的仆人。弄到后来都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在你身边的某一个人哦，每一次他联络你的时候，都是有求于你的时候，然后不需要你的时候呢，就把你晾在一边。这样的人，你会跟他深交吗？不会嘛？大家心里都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也陷入类似的状况呢？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见个面，不需要的时候，或者甚至是觉得被否定的时候，什么时候被否定呢？可能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被选为长老执事？我为什么没有被选为会长？我为什么没有被选为干部？等等的时候，然后后啊，上帝你这样子来给我搞哦，然后就跟上帝一翻两瞪眼。原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距离可以如此遥远呢？这难道不是我们都该忧心的状态吗？如果我们是陷入这样子的一个境况，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主是如此的渴慕，我们可以紧紧的与他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你侬我侬，我在你里面，你在我，就像那个奶茶、咖啡、拿铁，你没有办法把咖啡跟牛奶分开嘛，它就是搅在一起的嘛。就好像他呼召以赛亚，不是为了别的，就只是为了他的子民，在当时，他的子民能够回头看他一眼，并且坚定的走向他。上帝呼召以赛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的子民能够回头看他一眼，走向他，与他同行。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最近这几年有比较多结婚礼拜。好，结婚礼拜这边有铺过红毯嘛？哈，教会铺过红毯，然后呢，一对新人就要走红毯，新郎都会先走
往前走嘛，哈，伯彦啊、宇翔啊，会往前走，站在这边嘛。新郎已经站好了，哈，站好在等。啊，你能想象，当所有的人、所有的会众的目光跟新郎的目光都引颈期盼新娘要进场的那一时刻，结果新娘的心里却在想其他的事情，在想着别人，然后一边走着呢，还在想其他的事情，还在想别人，甚至走到一半，打算转身离开。我想，应该大家都全场的人应该都会很傻眼，对不对？应该都会很傻眼。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在灵里面，在属灵里，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每一个人哦，不分性别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新郎，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新郎。我们这一位基督的心腹，我们是不是有坚定的走向我们的新郎？我们是否有像以赛亚，他被上帝呼召的这个时候，当他看到天庭的这样的景象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像以赛亚这样子的自觉啊？忽然觉醒了，觉悟了。当以赛亚看见上帝圣洁的荣光，马上他就认罪悔改。他马上就认罪悔改，他没有不想其他的，他马上就认罪悔改。哦，惨了，我有祸了。我是抱持着怎么样的心态，在自以为是上帝的子民？我真是有祸了。当以赛亚这样子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就马上将他的罪除去了。今天的第6节、第7节。第6节说，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上帝似乎已经准备好一切了，就等着我们回头。他是这么的主动，这么的迅速，要将我们的罪除去。可见他何等渴望我们是那位圣洁的新娘。我想有烤肉经验的大家都知道，那个炭啊，木炭、黑炭要烧红需要时间。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有红炭可以用的，对不对？好，可是今天呢，这个撒拉佛当以赛亚这样子跟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撒拉佛就马上从祭坛上面拿着火红、修糊糊的那个炭，去沾了以赛亚的嘴。他马上就拿到了，表示那个炭是一直不断的在燃烧，那个祭坛上那个炭是一直不断的在燃烧。意思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早就预备好了，而且是一直预备好在那里，等着我们回头走向他。那个能够让我们除罪得赦免的祭坛，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亲自担负了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救赎的恩典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一些属基督的新娘，我们这一些新妇，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在圣洁之处等着我们悔改，回头走向他。主不断透过各样的方式呼召我们与他亲近。他所期盼的是什么？他所期盼的亲近绝对不是在一开始所讲的那种消费的关系。他所期盼的是一份纯粹的，是一份急或不然的信任关系。即使我的祷告，上帝没有照我的祷告这样子来去完成我的心愿，我也相信，我也愿意相信跟随。是一种急或不然的信任关系啊。第8节说，我听见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上帝呼召以赛亚，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啊，我们对上帝的爱是不是有变质的情况？当我们不断在教会服事，不断用行动在回应上帝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做到领受了某一种特别的职分，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个职分所带来的果效，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个事工能不能得到大家的掌声，还是当我们领受这些职分，当我们在不断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渴望的是不是那一份可以跟主更紧密的关系呢？就如同主耶稣渴望的，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的那样子的关系。我们在座有很多曾经有交往过，因为结婚了一定是交往过嘛，哈，还有交往中的男女。我想在交往中的男女都会为了讨好对方，怎么样，使出浑身解数，对不对？好，可能成为夫妻了就比较可以，如果有狐狸尾巴露出来也没关系啊，都成为夫妻了嘛，哈。可是，在交往中的时候，刚交往的时候，哇，那狐狸尾巴藏得好一点，对不对？哈，然后慢慢才会露出来，这样，因为在慢慢互相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断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尝试去透过各样的方式去推敲对方的喜欢跟不喜欢，没错吧？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的嘛，互相了解对方嘛。但是那些身外之物是重点吗？那些礼物是重点吗？吃什么喝什么是重点吗？去哪里玩是重点吗？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两个人的心有没有越来越靠近嘛？对不对？如果吃个饭让两个心越来越远，还要吃饭吗？对不对？为了到底要吃麦当劳还是中国料理还是日本料理就吵翻天了，那我们自己回去想一想。好，所以重点不是什么东西呀，重点是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能够越来越接近。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对那个还完全不了解我们的人都这么费尽心力的要去做各种的尝试，表达我们对他的爱，那么我们对那一位知我们、懂我们、疼惜我们，又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岂不更该关心他的心意跟想法吗？我们有坐在耶稣的心意上吗？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有坐在他的心意上吗？我们有懂他的喜欢，懂他的讨厌吗？每当我们做一件事，或在谈论某些观点，我们在说什么事，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是否在想的那个当下，会意识到，主如何看我，主耶稣如何看我？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说，主喜悦我做这件事情吗？耶稣喜欢我说这些话吗？耶稣会接纳我的想法吗？还是会为我的想法、我的行为感到忧心呢？我们有在每一个时刻意识到，我们心灵的伴侣，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喜悦我们这样做？然后呢，如果不喜悦，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我们每主日礼拜的讲台信息，每周三晚上的查经祷告会，都会从新眼光读经进度来选经文。牧师就是为了目的是为了要透过这样有系统的诠释上帝的话，为了让大家可以渐渐明白上帝的喜欢跟不喜欢，因为上帝的好恶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都没有人可以有借口说，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好像不太知道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借口，因为上帝已经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以至于每场聚会、每个礼拜都是主的呼召。他呼召我们参与礼拜、参加团契，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在聚会当中，在团契共同互相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更认识他。我们在别人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别人也会透过我们的分享，透过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去对我们的契友做一些启发，做一些想法。这是团契的重要。
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在家我不用参加团契，反正上帝到处都有嘛，我干嘛一定要来教会呢？因为我们的三一上帝是，他们本身就是团契的关系呀。他们本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是团契的关系，所以因为他们是团契合一的关系，所以他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他的子民，都是可以有这样的团契的关系，从团契里面学习如何去爱、去接纳。牧师很感恩的，就是我们教会的青年，就是在座的大家。虽然你们在工作、在家庭、在情感、课业各方面，受到很多的夹击啊，好像三明治这样子，好，就是一支蜡烛，可能好几头烧这样子。但是呢，牧师看到你们依然不断的会敦促自己在灵性上不断的提升。好，包括我们社青团契每个礼拜四晚上，好，一个礼拜上班其实都很累了，礼拜四晚上隔天礼拜五又还在上班，可是你们就愿意这样子来聚会来分享。青少年团契也是一样啊。好，虽然牧师一直鼓励他们要把礼拜天早上的时间分别出来，不要被补习给占据，就是尽量能够鼓励他们。而乐团也是每个礼拜这样的服事，礼拜五晚上要来练习，也是大家都在一个非常工作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也愿意这样的服事。还有篮球队的这些同工，许许多多。牧师相信这些都是因为有基督的爱激励你们，都是你们跟基督的爱够深厚。最后，牧师再举一个例子来做结束。这个例子也算是一个提醒，一个问题。好，问题来了，就是当一对夫妻有了孩子之后，夫妻双方会因为这个孩子会渐行渐远，慢慢充满了许多的争吵、纷争，还是会越来越好。两个人的想法还是会越来越接近。我们这边有情色团契的会长，他们这几年都在讲亲子教养。夫妻常常会为了孩子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去哪里玩，可以玩什么，手机可以玩多久，可能就会吵翻天。可能就会那种意见就开始冷战，就是不能吃这个嘛，你就非要给孩子吃什么，就说就孩子要吃嘛，就给他吃嘛，有什么关系呢？就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好，夫妻双方会为了有一个孩子，是会越来越两边的想法会越来越靠近，越来越互相信任，还是一天到晚吵架，为了这个孩子吵架？好，然后呢就各做各的。好啦，给爸爸带的时候。像我们家是没有为这个吵架了，反正就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主要带的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哈。好，反正给爸爸带的时候呢就没有原则，然后妈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给妈妈带的时候就是很有原则，说一不二。好，那反正爸爸呢也不是爸爸带的，爸爸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互相尊重这样。我们刚刚牧师讲，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好。所以呢，主耶稣跟我们其实是夫妻关系哦。在灵里，在属灵里面，主耶稣其实跟我们是夫妻关系。在好几个礼拜以前，牧师有在一个主日有谈到说，如果我们在座有一些另一半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要说你们会完全彼此相爱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基督的新娘。我们是基督的新娘，我们的灵跟上帝是分不开的。所以你如果不爱上帝，你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要说你完全爱我，说实在话，那要打个问号。好，那是要打个问号的。好，主耶稣跟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成为基督的新妇，我们就是基督的新娘。脑筋要转快一点哦。好，牧师以我来做例子，我跟基督是夫妻的关系，那一节牧师跟我什么关系？一节牧师可以说是在这世界上上帝赐给我的
一个孩子那个比喻啦。刚刚不是讲说一对夫妻吗？会不会因为一个孩子关系更好，还是更不好嘛？这个孩子可以是什么？这个孩子可以是我们在人世间各种的家人、朋友、事业、财富等等。今天如果我因为一节牧师，虽然我们是夫妻关系，我如果因为一节牧师，我就跟上帝疏远了，他就成为我的小三欸。不对，他是上帝的小三，我的小三哈，就是我不能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疏远，我不能因为我的3个孩子在世上上帝赐给我的孩子跟上帝的关系疏远，我不能因为我赚了多少钱，如果今天我股票大涨什么的，我不能因为这个疏远，我不能因为我中了乐透就跟上帝疏远，我不能因为我说怎样要出去玩怎么样了，然后就跟上帝疏远。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出去玩了哈，就是那个关系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心腹。那个孩子刚才讲到，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人际关系，那一个存在，那个孩子会让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远，还是会让我们跟主越来越靠近？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没有听懂可以举手，牧师可以再说，没关系。好，任何我们在世上的东西，任何我们在世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些东西，都不能取代，都不能切断，都不能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疏远。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在座有一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你们有另外一半或者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你们今天愿意尊重他们来跟着他们来到教会，牧师也觉得很感恩，就是你们愿意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在受洗的时候就已经是基督的新娘了，不管他的性别是什么，宇翔也是基督的新娘，佑书也是基督的新娘，在灵里面是没有性别的。好，所以愿我们都可以不会消费上帝的爱跟怜悯，愿我们都不会消费上帝的爱跟怜悯，不会说反正上帝爱我、怜悯我、恩待我，所以呢我就可以随随便便的，而是我们要懂得珍惜、经营、维持这份关系。目前我们扪心自问，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否正出现崩盘的危机，还是已经止跌回稳？又或者你跟上帝的关系始终都是怎样逆势上扬的这样子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无论如何，主的呼召一直都在，就像刚才讲的那个祭坛上的火炭一直都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一直都在，一直都在。耶稣始终，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他始终站在圣洁之地，等着我们走向他，跟他同心同行。上帝呼召以赛亚成为那个时代在信仰上能止跌回稳的一个契机。主耶稣如今也呼召我们，要成为这世代的祝福。然而，就像以赛亚一样，我们必须要先调整好自己。我们一定要先调整好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只要我们所言所行都能令耶稣喜悦我们就一定能够将这个福音分享出去。就是我们的跟上帝的关系如果很好，别人自然而然一眼就会看出，哇，我们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狂风大浪都没办法打倒的，是即便在现在这么局势这么混乱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可以有平安的。我们的平安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因着我们的里面有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主拣选我们。主拣选我们虽然是我们是回应，但是是主先拣选了我们，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救赎了我们，为了救赎我们牺牲。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你是
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眷顾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主的爱不断地呼召我们，主也呼召你，呼召我，呼召别人，呼召任何一个人。主的呼召一直都在。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眷顾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眷顾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赐我信心宣告，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赐我信心宣告，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啊，你呼召我们，我们就要成为圣洁的器皿来跟随你。主，当你说谁能为我所用呢？我们要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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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的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场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谊请安。